来看台湾，每一摆新生儿都有10个是早产儿，因会当健康大汉，父母是用尽真大心血。若靠店家病院有50个早产人花后头厝，大家唱歌跳舞活力十足。有妈妈回想到囡仔会当度过难关平安大汉，是忍不住激动流目屎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小哥多谢啊！这1年来有真侪目屎。出生也是行联吗？没有，860克生的，出生报第2个月才报到。第一次报到他的时候，很感动，哭了的。对。即马这个妈妈要加甲铺一个将爱拢予伊。我的小宝贝，所以生下来的时候910的，长照没有，好喜欢我。出世时真细汉，转眼之间变成小公主芝芝。加在这个护理长经过11个月，一点一滴滴个照顾，这个护理长是芝芝第2个老母。她是我女儿，以后最好当我媳妇好了。感谢每一位医护人员，别说是亲人，更加是救命的温情人。50个早产儿转去南口中间病院，迄是爱开始的所在。每一个笑容，得来拢无简单。早产人的心血功能较虚弱，即马大汉我都拍拳过西轻松唱歌兼跳舞。台湾每1摆的红影都10个是无足月，随着高龄产妇甲不孕症的增加，早产的愈侪。一定要成功的话，我们通常现在大概可允许的就是能够放入2个胚胎，而这2个胚胎在子宫之内倾向于比较容易会导致早产。感谢你赶紧要出世，虽然讲你这细汉无足月，可是永远是我的心肝宝贝。